家好，各位同學、各位家長，我係李家亮博士，嚟自DI 高科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今日好高興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咁點解選擇 DI 高科院可以幫到你或者你嘅仔女行出一條又闊又亮麗嘅前途？咁我先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先，知唔知乜嘢係應用科學？可能在座有啲人會認為應用科學嘅課程嘅畢業生比起傳統大學嘅畢業生冇咁受到認受啦，又或者出路可能會窄啲啦，難以銜接碩士博士課程等等。咁如果你有呢啲嘅迷思咁今日嘅分享就一定會令你改觀㗎啦。接住落嚟我會用大概20分鐘去拆解呢3個迷思，再用實例去證明 DI 高科院係你哋一個最佳選擇之一。咁喺香港社會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社會問題啦，同埋挑戰啦，例如一啲嘅外牆啦、舊樓嘅外牆啦、食品科學啦、環境保育醫療科技發展咁呢一啲嘅問題係需要識得理論同埋有實戰嘅人才去解決嘅。咁應用科學嘅專才就係透過科學嘅方法同埋技術，提高生產效益，推動創新嘅。咁究竟傳統嘅大學同埋應用科學嘅大學課程有冇啲乜嘢唔同呢？傳統大學頭先都可能聽到唔少嘅嚟自我哋8大嘅教授們都講過佢哋嘅課程設計啦，當中都可能聽到一啲研究畢業論文呢一啲嘅詞彙。咁其實佢哋傳統佢哋側重於理論同埋學術研究啦。咁我哋嘅課程其實係側重於去學習呢一啲新嘅技術應用嘅技術啦，為業界提供一啲嘅切實可行嘅實務方案嘅。咁簡單啲去講啦，傳統嘅大學可能教點解，我哋就教點樣做。傳統大學係訓練研究型嘅學者，我哋係訓練行業嘅專才同埋一啲嘅創業家。咁嚟到 DI 高科院，咁係一個乜嘢嘅學習模式呢？咁其實每一位讀我哋DI 高科院嘅學生其實我哋都會俾一粒創科嘅種子佢哋。咁課程裏邊嘅每一科就為佢哋呢粒種子提供必要嘅養分，再加埋老師悉心嘅栽培啦，令佢哋可以茁壯嘅成長。畢業嘅時候就會有好多豐碩嘅成果啦。咁究竟有啲咩養分呢？譬如我哋嘅養分有去到唔同嘅大小企業公司完成指定時數嘅一啲實習啦。咁師生會同佢哋一齊去落手落腳做一啲科研啦。再加埋我哋會有一啲創意思維嘅培訓啦，訓練佢哋一啲自學解難嘅能力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未來社會好需要人才特有嘅特質嘅。咁講咗咁耐咁我哋睇下一啲豐碩嘅成果啦。咁以下落嚟就有啲實踐嘅例子啦。咁我哋嘅時裝設計師生團隊就為行政長官啦，同埋佢嘅團隊設計咗一啲嘅領呔同埋圍巾。作品叫做融匯交織同埋融夢聖都。喺2025年嘅施政報告啦，以及一啲嘅重要嘅場合已經亮相啦。由此可見我哋嘅課程着重唔係紙上談兵嘅設計，而係真係大派用場嘅作品。
咁喺 DI 高科院咧，亦都得到咧獅子會企業嘅支持啦。我哋會成立咗一個咧 InnoX 初創培育計劃。咁自2022年開始咧，我哋就會舉辦一啲嘅比賽啦。得獎嘅同學咧就會獲得一啲嘅啟動基金咧，去發展佢哋嘅創業。另外咧，我哋都同一啲嘅老字號品牌啦，德成食品咧雙校合作，去設立咗一個敲中創意園嘅。用食品科學嘅技巧啦，連同埋咧中藥藥劑跨學科嘅研究咧，去解決咧醃菜即係一啲醃製嘅菜啦嘅生產過程咧，佢哋出現嘅一啲穩定性嘅問題咧，解決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更好地咧去傳承咧香港嘅味道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同咧太平洋酒吧合作，俾我哋嘅學生咧有機會一嘗咧自己做老闆嘅呢個體驗嘅。咁佢哋咧會親自咧去設計餐單啦，全權去負責呢啲營運嘅管理。即係體驗咧學生做老闆呢個滋味。試問呢啲嘅經驗咧，有邊啲嘅院校咧可以俾到你哋咧？我哋學生累積咗咧唔少嘅一啲實戰嘅技巧之後咧，就係時候咧就帶佢哋出去咧走出校園咧去參加大大細細嘅一啲嘅國際比賽啦。喺熒幕所見咧，你會見到咧我哋產品設計嘅同學仔咧就獲得2025年咧就獲得咗呢一個智型設計大獎啦。林同學咧就設計咗咧名為滿天星嘅一啲嬰兒監測器。呢個監測器咧就外形咧係得意啲啦，又可以同咧BB 仔咧去有一啲嘅互動啦，減輕咗咧 BB 仔咧一個被監視嘅一啲嘅壓力嘅，營造咗一啲嘅比較輕鬆嘅環境。另外咧，我哋酒店營運課程嘅同學仔咧，亦都喺去年咧香港國際調酒大賽裏邊咧擊敗咗咧有一啲即係嚟自米芝蓮一星餐廳嘅參賽者啦，亞洲50大最佳酒吧嘅參賽者啦，國際知名酒店嘅啲參賽者咧我哋就脫穎而出啦，獲得全場總冠軍嘅。仲有咧，我哋喺今年嘅香港花卉展覽啦，我哋嘅園藝、樹藝、園景管理嘅同學仔咧，亦都獲得咧最佳嘅設計大獎啦。喺啱啱舉辦咗嘅15屆全國運動會咧，我哋嘅運動康樂管理嘅師生團隊咧，亦都全力去支援咧我哋嘅運動員啦。另外喺我哋嘅語文通識教育學院咧，我哋都帶隊咧去到荷蘭咧參加呢一個國際區塊鏈 blockchain 嘅奧林匹克比賽啦。呢啲嘅體驗咧，其實就足見我哋 DI 嘅同學仔嘅能力咧，其實係不遜於咧其他傳統大學嘅學生嘅。有啲咧甚至乎係更勝一籌添。嚟到呢一個嘅slide 咧，我哋就嚟總結一下咧，其實 DI 高科院呢一啲嘅課程特色啦，我哋其實係課程嘅設計咧，都係配合咧香港行業嘅發展，為佢哋提供咧理論同埋實戰並重嘅課程培訓嘅。我哋亦都咧同好多唔同嘅企業啦簽訂咗一啲嘅 MOU 啦，去同佢合作，為佢哋咧解決佢哋嘅問題。所以咧，我哋係着重研究、教學理論相輔相成。我哋咧亦都係成為咗咧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附屬成員。家長或者在座嘅你咧，可能最關心嘅就係讀完有冇牌嘅咧？肯定係有嘅。
專業嘅資格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等同於一個就業嘅保證。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同唔同嘅專業團體啦、業界嘅組織啦，去簽訂一啲嘅都獲得佢哋嘅專業認可啦。咁同學畢業咗之後咧，攞咗呢一啲嘅資格咧，可以考取相關嘅資格啦，或者可以繼續進修嘅。咁另外，我哋頭先都講到咧，DI 高科院咧都同咧300多間嘅本地、海外、內地嘅機構咧簽訂咗合作備忘錄，為學生咧提供咧720小時嘅實習嘅。咁所以佢哋咧喺學校獲取嘅知識啦，同埋技巧咧，就可以去到呢啲嘅公司企業裏邊咧，好落實咁樣去應用出嚟啦。好啦，咁嚟緊咧，我哋就會介紹一下咧DI 高科院咧7大學術領域。咁當中咧會涵蓋咧26個學士學位同埋3個碩士學位嘅。咁我哋有數碼建築及設備工程啦，咁你有一啲工程嘅科啦，飛機工程啦、土木工程啦、樓宇設備啦、測量啦、智能製造啦，咁等等。咁另外我哋咧亦都有運動國際項目管理啦，咁有運動相關嘅學位啦，例如有康樂管理啦、運動教練啦，我哋嘅黃牌啦、運動治療啦，係全港咧得我哋有嘅啫。咁仲有公共關係同埋咧國際項目管理。咁跟住落嚟咧就到同設計有關嘅。咁我哋有時裝設計課程啦、產品設計課程啦，即係頭先我哋幫行政長官設計呔嗰個啦，電影藝術同埋科技啦。另外咧有園藝、樹藝、園景管理。咁呢兩個當中咧會有2個嘅本科嘅學位啦。咁接住落嚟咧就係中醫藥同埋食品科學啦。咁有營養及健康管理啦、中藥藥劑啦。咁跟住就係餐飲同埋酒店相關嘅。咁有廚藝啦、酒店營運啦。仲有咧，我哋即係而家好興嘅 AI 啦，咁AI 我哋就會係咧數碼科技創新商業呢一個領域裏邊咧會有嘅。咁有資訊科技啦、創新多媒體啦、網絡安全啦、音樂科技啦、人工智能啦、企業管理、電動車技術啦，同埋環球物流科技等等嘅。咁我頭先講到咧，我哋都有自家品牌嘅碩士課程啦。咁我哋暫時有3個嘅，咁分別係數碼旅遊及酒店管理啦、體育競賽組織同埋咧 MBA 數碼轉型。咁跟住咧就大家關心嘅一啲嘅入學申請啦，其實咧都係同8大一樣嘅，最基本嘅入學條件咧就係33 2A2，咁中英文要3，數學同埋1個選修科要有2，同埋咧公社科咧要達標啦。跟住咧我哋有部分嘅課程咧係納入咗咧政府指定專業界別嘅課程資助計劃嘅，咁英文簡稱就係 SSSDP 啦。咁如果係一啲同實驗室相關嘅課程咧，每年咧係可以獲得政府81000嘅資助啦，學費嘅資助啦。如果係一啲非實驗室嘅課程咧，就係46000蚊啦。咁所以同學咧，如果係 SSSDP 嘅課程咧，咁其實就可以喺 JUPAS 裏邊咧報。但係如果你報嘅時候咧，即係你今年係 DSE 同學仔，你報嘅時候咧唔記得咗或者忽略咗我哋唔緊要，放榜之後咧，你都可以咧新增落去嘅。咁按照自己嘅興趣同埋分數啦，咁可以新增落去嘅。另外我哋都有一啲嘅學士學位課程咧，係透過 eApp 咧去報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黃色標記咧嗰2個重要嘅日期啦。咁呢啲就係一啲申請嘅程序咧，我都唔多講啦。咁大家咧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前往我哋
呢一個攤位咧，同我哋嘅職員咧去互動了解一下。咁最後咧都想即係講翻少少啦，各位同學，你可能咧企喺一個人生嘅十字路口啦。咁啊，選擇 DI 高科院咧，其實唔係一個退而求其次嘅選擇嚟㗎，而係一個咧主動嘅選擇，去為自己咧去俾自己一個更加適合自己興趣啦，更加課程咧更加實用貼地啦，令自己呢個前景咧更加光明嘅一個選擇嚟嘅。咁我哋頭先睇到啦，我哋係幫社會解決問題啦，去為社會造福啦，去檢測一啲嘅樓宇裝備啊，解決社會問題啊，亦都可以咧俾自己有機會咧去做創業做老闆啦，亦都可以喺國際嘅舞台度咧大放異彩。咁呢啲機會其實你想唔想要咧？咁在座嘅家長們你可能咧你哋嘅子女咧係唔單止需要一個學位啊，其實佢更加需要咧一種咧未來可持續嘅競爭能力。咁DI 高科院，我哋嘅應用科學教育咧，正正就係社會最渴求嘅 T 型人才培訓嘅模式。咁即係大家有時間就去我哋嘅02攤位互動一下，了解我哋更多嘅課程啦。咁我喺放網之後喺DI 高科院等你，多謝大家。